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意地產荃灣區如心廣場嘅分峰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嘅係荃灣花園 C 座高層嘅3房單位。呢個單位上面積548尺，而家大家參觀下。我而家身處喺門口位置啦，門口有個走廊位就做咗鞋櫃嘅。門口個左手邊咧就係廚房。咁再行前少少咧就係飯廳同客廳。開揚景觀冇遮擋。咁我哋再睇下3間房同埋洗手間。洗手間就擺咗洗衣機嘅浴缸啦、名廁。第一間睡房做咗衣櫃，擺張雙人床。第二間睡房都係做咗櫃啦。擺咗雙人床，咁我哋就嚟到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做咗衣櫃嘅，都可以擺翻雙人床，同埋書台、化妝台。開揚景觀。